新菜市来看农委会专案进口的鸡卵，今仔开始卖咯。双北市早起一寡卖场，地当买到10粒68块左右的进口鸡卵，一早就卖只有民众排队等要买。另外，4月初1开始，全台湾就拢有通买咯。3月底进前会进口700万粒的鸡卵，4月份开始，逐个月拢会进口至少3000万粒。 超市的员工塞一车的鸡卵，准备上架开始卖，民众早就排队抢要买。另一边，伫连锁的大卖场，架顶的鸡卵才排起哩无到1点钟，敢若剩一半。农委会专案进口的鸡卵总算开始卖，一盒68块到99块左右，一个人上济买2盒。超爽的！我先去全联，当然会很高兴啦、不够。 因为我们家有1、2、3、4个人，接下来要看明后天的到货量。那到货量因为是洗选业者这边在运货到我们的这个卖场，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掌握实际的数字。农委会这边是把这个蛋源提供给我们的洗选业者，再让洗选业者呢透过它原本跟各个通路的机制上架到我们的一个卖场的货架上。它的价格的定制呢，那就是根据我们跟洗选业者之间的合约所订定的。农委会表示，这摆的专案3月底进前会进口700万粒，估计4月开始，每个月会使进口3000万粒以上。第一波是为欠卵严重的双北市等地区开始卖，4月初1开始扩展到全台。确实还有一些鸡蛋的缺口，所以要把这样的缺口补足，那让市场回归正常的一个机制。那我们预估应该是在4月的下半旬，透过我们这一些进口的量能，那陆陆续续透过有排价机制的这些通路系统，能够让这样的市场慢慢导正回到一般的常轨。农委会表示，现主时市场继续真乱，有无经过洗选的卵价小化到1斤120块，凭洗选的卵搁较贵，只需有排价系统的通路无卵通卖，拍乱饲草，会豆豆甲供货量稳定落来，恢复正常的市场机制。记者郭文祥、水林玉凯台北报道。